我会错人啊。首先吼，感谢咱所有在座的媒体吼，甲咱关心的吼，咱所有人员，吼，搁感谢咱的司法单位，吼，以及咱的警察啊，吼，公家机关以及咱保护，吼，司法单位，即马嘛一直咧咱侦办，吼，真尽心，吼，真正足感谢你的，感谢咱所有山顶，吼，甲咱遮网友吼，一直甲我关心，一直甲我支持，吼，今日要来说明一寡讲吼，你敢动敢去用，安怎去用被害，吼，以及安怎用强法，吼，相信讲吼，一般你若去听到遮，你绝对无可能去原谅即个人，吼，当讲拍了就煞的讲叫我转来，一定爱去甲我合伙人、我的头家、吼老板。市长啊，甲阿健讲后一个就是换因，吼要对付因，吼当讲伊啊甲我压出去，吼毋是三个人拍尔，拍了煞来佫摕迄个甩棍、飞机棍拢甲我乌起来，吼你看我倒骹是安怎骹会遮严重，甲针拢还佫无法度顶动，吼甚至讲医生讲我遐一定爱佫斗2公的，吼会不伦，吼爱佫开刀。你啊看像即安尼，当无伤一个肺炎啊，吼骹手全部拢长，即马要创啊货，食饭爱人饲，放屎尿爱人用，吼逐工就是爱有2个人顾伫我的边啊，吼你甲想啊，对头到尾，你若有咧看人，你就知影，我从来无去攻击着伊即个包容心，吼对头到尾拢是我用攻击的，吼结果逐项都啥物代志，你就是拢拖伫我遮来。我嘛毋知我到底是着恁怎个，吼，恁着做恁的就好啊，阮做阮的。我相信大家拢一定知影讲，吼，恁做代志到底是安怎样，吼。我甲既然阮讲好，吼，恁做恁的，阮做阮的，吼，恁着大家拢莫去相斗争，吼。你即马你搁伤害我了，吼，无要生面线，你也着了，你搁抱怨，吼，搁甲我攻击，吼讲买贵啊，搁后壁要搁找我，吼，我甲你讲，即马警察啊，吼，24点钟，吼，拢一定保护伫我的边啊，吼，我真正真感谢遮个警察机关，吼，一直派遮个警官，吼，甲遮个同事保伫我的边啊，吼，真感谢遮媒体，吼，一直咧甲斗相共，吼，若讲遮媒体。吼，有啥物问题，恁尽量问，我绝对会全部拢讲出来。吼，我相信讲遮个被害的经过若讲出来，恁绝对会惊。吼，当你互伊压出去伫车顶，吼，我着以后讲到骹长尔。吼，我伫半中途我有跳车，但是我骹长走袂行，我搁用抓长。吼，抓长来，骹手，吼，包括目睭，吼，喙拢到绑的。吼，甲我早着我根本我着毋知影，衫嘛甲我盖的，吼。当我迄个载到位的时拖落来，吼，我着知影讲有歹着甩棍，吼，抹打，吼，搁高尔夫球杆一直动，吼。洪贞贤一直叫阿人啊，吼，搁迄个我毋知啥物名，我敢若知迄个因查某囝男朋友，衫一直讲到骹长为止，吼，手也长。吼，搁迄乌一个不拉要甲我戴咧，吼，而讲到因忝，吼忝啊，休困了，搁讲，你看2、3点钟了，因走啊，搁叫阿人啊甲我凝治，上少凝治3点半钟，吼，讲一句，我有应嘛是讲，无应嘛是搁讲，吼，真正上袂当原谅的就是规支骹，吼，用迄支甩棍规支甲我乌咧，规支搁甲我乌起来。迄真正一般的人绝对真正挡袂了，无啥。吼，你伫遐，我伫遐，互阿人啊用甲我人真正用要死啊！吼，伊一直要我分的，吼，一直甲我举头壳，吼，伫
遐硬连机尾啊，伊用过伊遐笑我的骹，看规支骹回流干咧规身躯，伊看着规支骨拢插起来，我毋知伊是惊还是安怎，伊紧走，甲我放伫遐。当我伫遐，上少爱有点半钟的时间，我要爬出来求救，我嘛无法度。爬无2步我就晕去啊！加载真正的，拄啊安尼当落水，拄有甲我叫清醒。我搁紧爬出来，拄啊看到边仔有白色的物件，我看到要芳，人咧饲芳，我无就安怎，我就是爱爬来遐求救。伫遐人共款搁昏去，到应该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，我有看到救护车咧呼。我紧带下手，因拢无看到我。遐根本你若知影现场的人，恁去到遐来看，根本你著身不见五指。莫讲警察讲恁人要去遐讲有法度去找遐个所在要安怎出来。人啊，伊到底走安怎防炸伊，我嘛毋知影。洪真贤甲因女朋友，男朋友因查某囝的男朋友。因早就一定驶车走啊！若当搁留伫遐到0点半钟，要走搁讲，即条要叫阿人落单，我嘛毋知恁三个拍是安尼叫一个单。我遮讲的绝对拢是实情，我绝对拢无胡白讲。你车顶甲我讲的，要叫我去甲恁澄清，要澄清这乌红尘，我是安怎会甲恁澄清？这甲我也无关系。恁讲的即只猫头鹰。讲啥物我 NG 片，我客要甲恁攻击，我根本就毋知恁有卖即只，恁卖偌济我嘛毋知，外口网络咧卖1000到1700，我卖1500块，我到底我做毋着啥，我嘛毋知影。恁若搁有啥物记者若有想要甲我问的，恁直接甲用问的就好啊。遮以上我大概先甲恁安尼说明一下，因为遮有一个案情我无方便公开。感谢恁大家。感谢咱的媒体甲咱遮的司法机关，甲咱遮的大众，真感谢伊，感谢伊，谢谢。OK。